哦，这边嘛，我这边。别跑了。哎，对，对。桥西的水比较少，桥不斗水。重新来。没事儿，这个有点长。错了。才开始唱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歌曲叫啥名字？歌曲，好像很熟悉，很熟悉哈。你肯定有一条，你肯定有一条吧？但是歌曲好像有点老哎，有点老啊，有点老了，对不对？重新的沉淀一下。你跳上，这是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这个查理·德拉古好像跳的。不是呀。但是你一个人跳，对，我你一个人跳，给你放，你一个人跳，给你放个蛋。王嘛都会跳。
你放中间噻。你就站侧边，侧边。人家摄影师还要考技术嘞。啊！你看水高啊，水高，水高。啊，老总哥！老总哥，在不在？汤哥。你站中间，然后两边。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往那边斜的嘛。斜着，斜着。斜的。日出的地方，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景观，好像是拉布多夫的地看得到了吧？这样看的话，我要不然看起来像现视频比较近，他这样站着这个。看完这咱不会真的意思哎，意思不好的意思。重新跳嘛，好像只2分钟。出去看标准，我还是接回来吧，2个人的话，这几个没问题。我要。这个是那个马教之池，教之。你们这个对不对？那这车上都是这个。对，马教吃一时。他们是都干成，他们不着急，那偷偷的给他们产出来了。我不然就听他们产出来了。哈哈。开什么？现在大家在讲。
他不用音乐，不用，扎西不要音乐太强啊。八宝，我不想八宝的基本上。你这个，我来说，我不知道，快一点。那个吉祥八宝，说了的习武，说了的习武，多跳2段。是不是英吉拉姆？这个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英吉拉姆，英吉拉姆的声音，歌名都不知道。这都老五了，已经够老了，这是已经够老了。这个真的。苏拉现在来跳的时候不是特别多，所以说他说的新舞我们都觉得是老舞了。天天都在跳的嘛。对，天天都在跳。对，小叶子说的对，耳朵都要起茧，每天都要放好多遍啊。我直播我都直播的受不了，开玩笑的，这是不上跳了。家人们看看直播间的那个手机支架哈，最便宜的2-3块钱。我之前我抖音上我买过一个，当时我1分钱买的，反正这个东西挺方便的。我书桌上买了2-3个放在那儿。放在那儿，它那个座子是那个铁的，挺重的，然后上面是那个高分子材料的吧，塑料的之类的，反正架的挺稳的。他也不让他跳。苏拉，这是苏拉，科比是要7个，美女是苏拉，来自黑水的。不让他跳了吧？他想你们差。这个在脸的信号不太好。卡一卡的啊。它是那个黑水线的。这是阿坝州的，应该是阿坝州黑水线的，四川阿坝州黑水线的苏拉。谢谢三人长久送的。没在这边看吗？我好像，你在那边，我看到你在小罗的妈妈后头吧？不是小罗的妈，我看到你在他们这两个。我有点，我也没点上去。谢谢周老师，谢谢 Kobe 417送了8个爱心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家人们点赞。现在在成都高升桥的指挥中心给大家直播。许真过来跳那个吉祥八宝，这个是吉祥八宝。那曲服务团编的那个吉祥八宝，最近也是对他们都火了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跳，就素
质很好，心理素质。哦，你是甘肃的，甘肃那个你属的吗？玉老师、楠楠老师，他们经常真的吗？你看着我们镜头就瑞瑞现在长期都在成都的，他在成都开那个舞蹈班，我跟瑞瑞还比较熟的。什么是作弊是吧？前面3人，其实都会跳，认真。对对，他们也是兰州的。反正那个甘南的那个对，龙刚坚老师他们经常过来嘛。我今年都过年他们在这边，然后前不久3个月吗还是5月份他们也在这边。还有一个兰州的大叔经常过来献喊的，那个大叔那个李叔，他是全国多少钱？李叔，那个兰州的那个。哦，他姓李的。他准备去阿坝州那段时间去献，阿坝州有这个服装团队。每个人去，他基本上每个有那个。他来了2次成都了，对。我的2次，他做了帮忙男，感谢支持。我是成都的，成都本地的，是江西的，跟土壤的成都本地的。成都宝贝小妹有机会的话来成都看啊，成都来看现场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瑞瑞过来，他就说他特别喜欢成都的锅庄氛围，他们跳完了还可以过来串串场。你像他们在兰州说，一般都只在自己的那个锅场跳一跳，他在成都来，比如先在一个锅场跳，跳完之后他还可以串到另一个场地来跳一跳。他主要是苏拉也在后头跳，他们只是实的。他不是的。你这 OK 啊？你要休息。OK，后天休息。好久没有来了。他们都休息了吧？全部都休息啊！全部都休息。你像甘南的话，我以前我也去过那边。3号时候都休息，我在跳。我有次自驾从那个不晓得嘛？社区通知的。边成都四川这边做，刚才要开车过去，从甘南又到青岛。哪个晓得呢？说明天要跳，哪个知道啊？兰木寺吧，那个兰木寺那个地方就是甘南和一边是甘南，一边是四川。那个兰木寺的地方，一半是这边管，一半是这边管。那就耍一下高考吧，高考的7号8号。对，我就是从那个地方自驾过去的，路过那个兰木寺那边，在那住过一天。啊，反正那个他们那个寺院都是一边一半，天虹嘛，天虹的，天虹那条。那个什么扎尕那晚上去，我还挺想去那个扎尕那。你回去了？还好。那个张木老师扎尕那边。马助理啊，加油啊！他回去很近啊，他回老家也很近啊，2、3个小时到了，7个小时到了。
南主要是过了一部分单车。这个是我来自藏北湘潭，那个多什么拉日多布的歌，这个是拉日多布的歌。欢迎大家加关注。对，好像就是那边草原都是6月份左右开花比较多吧。6月份，四川这边甘酸也是一个旺季，这边的那个鹿尔干草原啊，就是花挺多。他们说现在扎尕呢，这个商业化比较严重，是不是？听说那边收费有点乱收费。就是我觉得早些年自驾的那个体验要好得多。现在出去自驾，一个是那个交通容易堵，然后二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出去旅游的人多嘛，那个物价也是被旅游区的物价经常有点浮夸，有点夸张。这是加名车。直播间里面挂的那个手机啊，大家知道的话看一看吧，就是这个双南瓜，反正就是买回来之后，我用的挺好的，我买了2个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在桌子上，手机双南他们高价都得给。可是看视频不想拿手拿着就放一下。应该啥？我估计是应该是充气吧。铁的还挺平稳的。然后那个可以360度旋转，上用那个板子的地方它可以调角度。他们说那个扎尕呢，技术环境好像是不是特别好嘛，说是要保持那个生态，好像不能那个乱建酒店，所以说应该住的比较人生心酸，最近也好，因为间隙会真的很大。对。我也有一个那个。好像都有这个紫色的。小时候他们没多睡。来看直播，他们家那个外面那个斜面酒里面那个停车真的很多，留在酒啊，对，加点那个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太多了，对，他看中间那2个。哥在这边这么多人直播，可是直播的还有。往这边走一点吧。那个我们后面那个。好，可以就那个。都可以。你靠，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可以。去蹲。就这大弯的可以都可以。可以放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它有灯。
嗯，来吧，放吧，随便放。是扎西的放吗？许多酒。这条短点的。搞笑啊！
换了个手机，切换一下。那个手机主要用，比如说给钱啊、聊天的都是那个手机。现在这个手机是15 Pro Max 的256，另外一个是主力机是512。开心一点笑，这个不行。索朗丹做是扎西，索朗丹做是扎西的主力。师傅带徒弟。这款是啥子？这个不知道男的女的这个样。累吗？吉祥战歌，刚才那叫吉祥战歌的。对，我这个歌还没听过。就有点老，他吹点老，他说的很少。但是中间有小唱，就是说要重新配音。其实以前很老的歌曲，差点走廊步以前跳过去，走廊步以前跳过去。我们俩说的那个吉祥歌，我刚刚那个唱歌嘛，吉祥歌，我搜一下，多少年的看那个走廊步以前跳过的。感觉你把那个歌名搞得特别清楚，我有的时候我要去查你的作品去找。都可以，跳什么都可以。他那个好听。知道了。对，真是吉祥歌。啊，家人们确认了哈，这个舞叫吉祥战歌，它是有一个就这个吉祥战歌。你跳的时候我真的可以。啊？刚才那个叫吉祥战歌，我在这个里面有你要说的自己的。这个今天学的好听。经典的这个。哎，这个环境就这个位置就比你挨着这边好多了。对。这跳完就走了，哇，要走了，10点20了，这个跳完就走了，10点20。我们其中单独可以的，但就是你俩跳，但是我在这边。抓你你好，对，这个晚上他们主要是因为就不是多场，就是小场子，然后他们舞友之间互相一起这个是枪场战，好像枪场。也叫长长手，也叫长长火掌，好几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受欢迎的一个长长。